备特。那我们从本周起，那配合政府整体的一个防疫的措施，那我们呢来负责这个酒精防疫用酒精的一个配送。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呢跟台酒公司合作，那台酒公司所制造的防疫用的酒精，75度的这个酒精，那它会呢配送到我们的23处的一个据点，那么再由我们中华邮政公司来负责末端有5660处的这个特约药局的一个配送，那么让这些的药局可以有充分的这个防疫用酒精，那么给一般的民众来购买，那么做一个防疫的一个使用。那这项措施我们从这个礼拜来开始实施。那我们呢在实施这项这个措施上面，我们也特别呢提升了一个安全上的一个措施，我们都要求请我们的同仁呢一律的使用4轮以上的车辆来做一个配送。那么在配送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会把这个酒精，它一箱是有24瓶，每一瓶是300cc， 那么把这样子的一整箱的，我们都会放在一个塑胶的一个邮件箱框上面，那么来增加它的一个固定跟它的一个安全性。那我们随车也都一定会配备有这个灭火消防器材，那么提升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防护。目前来说的话，政府规定的话是1个礼拜大概单点药局配送的话是72瓶。好，那72瓶来讲的话，以每间药局做法会不同。像我们来讲的话，有可能是比如说设定每个礼拜1、3、5，那平均量的做分配的概念。对，那大原则因为货源不是那么足够的下，还是以限定上1人1瓶为主要选择这样子。说真的来讲，以目前来讲，人力上真的还是很吃紧。可是以我们来讲，当然是尽可能是。因为这是回馈的概念嘛，所以我们尽可能去服务每个民众。可是希望在没有买到的民众上，也给我们药师朋友们，给我们一个掌声或是一个鼓励的动作。因为毕竟以这样72瓶的供给来讲，一定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。哎。